今日我哋透過珍貴嘅舊影像，一齊重返1950年代嘅香港。二戰結束之後，大量內地移民湧入香港，令人口急速暴增，亦都令呢座城市踏入一段極之艱辛，但又充滿拼搏生命力嘅歲月。好多人以為舊香港一路都繁華興盛，其實50年代嘅香港，絕大部分普羅市民都係過住樸實、刻苦、步步為營嘅基層生活。當年最嚴重就係房屋短缺問題。根據1952年嘅官方調查，絕大多數家庭都冇完整居所，過半數人屈喺單一細房，大量市民住喺矮房、天台、閣仔，甚至街頭、山邊嘅寮屋、棚屋。當時嘅寮屋區密密麻麻，木屋依山而建，衛生環境惡劣，冇正式水電，冇完善排污，居住條件非常擠迫。1953年石硤尾大火，幾萬人一夜之間無家可歸，亦都迫使政府開始興建首批徙置大廈，正式開展香港公共房屋歷史。嗰個年代尚未有發達工商業，轉口貿易因為國際禁運受到重創，基層市民貧工非常艱難。當時市面充斥住大量小型山寨廠、手工廠，無論係大人甚至細路，好多都要早早出來做工，幫補家計。工廠工時極長，人工微薄，環境局促惡劣。大家唔係為發達，只係為求兩餐溫飽，日日咬牙捱過。街頭亦都有好多小販擺檔、苦力搬運工人，人人都盡力掙扎求生。雖然物質極之匱乏，生活條件艱苦，但50年代嘅香港卻擁有現代社會最欠缺嘅濃厚人情味。當時大家生活條件相近，冇太多階級差距，人人同心，共度難關，大家共處狹小空間，鄰里之間守望相助，有傾有講，互相扶持，唔會計較得失。小朋友唔使依家嘅電子產品，日日自由自在喺街頭奔跑玩耍，結伴嬉戲，簡單就可以滿足快樂。呢個年代嘅香港冇璀璨霓虹，冇林立高樓，冇舒適便捷嘅現代生活，步步艱辛。但正正係呢一班不畏艱苦、默默耕耘、刻苦耐勞嘅第一代香港人，咬緊牙關，努力打拼，用雙手慢慢撐起成座城市嘅根基，憑住不屈嘅拼搏精神，為後來60、70年代嘅工業起飛、城市騰飛打下最堅實、最珍貴嘅基礎。回望呢段樸素又艱辛嘅50年代歲月，我哋先至深深明白，今日香港嘅繁榮安定，從來唔係憑空得來，全部都係一代又一代香港人日積月累辛苦捱出嚟嘅寶貴成果。